墨尔本本周末大混乱，警方被迫动用震爆弹、橡胶子弹与辣椒喷雾平息现场。现场画面显示，防暴警察手持警棍驱散人群，烟雾与火光笼罩街头。警方证实，共使用4枚震爆弹、2颗震击球、50发胡椒弹，2名警员受伤送医。维州警方指责挑起暴力的群体，称他们戴面罩、持石块与玻璃瓶攻击警员，并焚烧垃圾桶与旗帜。警方当场展示缴获的石块与碎玻璃，指责他们有意伤人。指挥官 Cheeseman 愤怒表示，这已经不是抗议，而是暴力犯罪。维州州长 Jacinta Allen 表态谴责暴力，表达自由不是伤害他人的借口。丢石头、点火的人必须面对法律制裁。目前已有1人被捕，更多逮捕行动预计将展开。这场冲突不仅让墨尔本市区陷入混乱，也再度暴露澳洲社会的深层分裂。当移民议题被极端情绪撕扯，理性的声音还听得见吗？你怎么看墨尔本持续的混乱？